透早食一粒卵鸡真有营养，早餐店只要甲鸡卵有关系的餐点拢卖甲真好。因为最近鸡卵变较贵啊，因为一斤30几块，即马一袋斤爱44块。我们有调涨过一次啊，但是还是跟不到它涨的速度啦。蛋卖的越多，我们的利润就越少。另外一间早餐店嘛挡袂掉，本来差不多都有600-700，啊，现在已经涨了，涨到800多。之前卖一粒煎卵10块银，即马爱卖15块才会砍进。鸡卵介绍为去年底开始起，11月初一，鸡卵批发介绍每袋斤是38块，12月初5起到42块。过一个月继续起一斤44块，有鸡卵农表示讲，过年时北部的鸡卵有可能起到一斤50块。少很多啊，少很多。以前我们都开到2、3点，现在10点多就要收了，都卖完了。都卖完了，对啊。最近的时阵是你有钱嘛买袂到。鸡卵贵无单斤，阁无地买，有人连走2间超市才买到2暗卵。会欠货原因有2项，一项是寒天生卵鸡较袂生卵，过来是饲料起价，饲鸡算袂好，鸡农就无要饲啊。这一次安尼报啊，大家消费者是讲啊，就抢着买啊，就会把这个市场的那个供货量就购买力就提高啊。尤其过年时啊，鸡卵的需要量搁较大，全台湾逐工的消费12到10万箱的鸡卵，即马敢若出产10万箱，欠差不多2成到3成，所以讲价销就较贵。有鸡农更加认为讲，过年了鸡卵的价销可能会继续起。你订阅华视新闻了吗？赶紧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。